今日的主人公是70歲的陳玉常女士。在日常生活中，她因不慎咬到硬物，導致牙齒出現損壞。為了恢復口腔功能與咀嚼能力，決定接受專業的種植牙治療。因為幾個月之前咬嘢就咬裂咗隻牙，咁其實嗰隻牙曾經點講咧？曾經度過牙根，結果香港醫生就話同我剝咗佢咯。剝咗之後，咁香港牌好耐先有得種，咁我睇到得半尾有呢個公益活動，咁我就報名參加。因為如果你唔種翻隻牙咧，你就冇咗呢隻牙用啦。咁年紀大有一個需要就係要食嘢嘛，享受人生啊嘛。咁嘅年紀冇得食，消化唔到就冇咁健康啦。咁自己考慮覺得都係要種翻。當時我嘅親人同埋我啲朋友都有種嘅，咁佢哋翻嚟講我聽過 feedback 都幾好。咁到我自己有需要嘅時候，咪諗翻起不斷嘢咯。其實我唔緊張㗎喎，因為有心理準備啊嘛，知道自己做乜嘢就唔緊張。因為整個過程由認識得半尾到我開始嚟種牙，都有晒心理準備，所以其實一切都好順暢。各位朋友，如果係真係有呢個需要嘅時候咧，就都鼓勵你哋做啦。我都覺得唔需要太驚嘅，因為真係有需要啊嘛。我唔知道啦，每個人嘅年齡唔同啦。我自己個需要就係因為我年紀大啊嘛，咁我係想個晚年好啲，咁所以就要接受個現實咯。咁至於順唔順利，冇人知，因為任何都有意外嘅，我相信嚇，我相信。咁但係要對自己有信心啦，平時保持好健康良好啦。咁有乜嘢都接受挑戰都係件好事嚟嘅。如果係種得成功嘅，咁咪達到自己嘅需求。如果大家有興趣睇牙就嚟得半尾啦，我都鼓勵你哋。